我现在3点回来，那个来不完了。OK 啊，那这菜啊。回来了，回来。太多晒了，这几年我随便这样子。现在就站回来，现在才我都是对是。然后来去吃。车前在北街北在北哪？是啊，人家落地个路北，人家没得个问答。在我哪家新家也是这个。哎，你那这别打了这。